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月初四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国道1号路南伫十字交流道附近山径放落来，影响到主线道。王国在表示有机会伫初七全部拍通。淡水诈骗案继续查落去，有查到桃园中铁，搁再救出32个受害者，甚至有3个人已经去互虐待到死，警方当日追查。今下晡北韩180只军机飞上天，南韩遂派出80只去戒备。美国南韩表示，北韩若准动用核力武器，就会毁掉金氏政权。讲到国道1号路南伫十字交流道附近，这山径放落来，影响到主线道。经过到高公局的抢修，今早起6点的时阵，有恢复大线车道通车。不过早起的时阵，因为是大塞车，时速是无90公里。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有机会伫初七全部拍通，和5到10支路段会当全线通车。国道路南十字边看放入去了后，初四早起6点开放大线车道通车。塞车时速无90公里，交通部长王国才释出好消息，讲抢修进度有希望超前。按算初七会阁开放外线车道通车，13包含十字路南10道甲边看整地也修好。一定要从边坡的处理这边开始啊，哈，所以后面为什么总共要有10天的时间，是希望我们把边坡稳定，还有包括匝道的这些土石清除哈，一并做哈，这样能够确保安全。北边提早结束交通黑暗期，是因为国际路南十字段边坎放弃了后，家人甲十字上班上课人通勤时间大塞车。暗过国道公路警察所发现，上班虽然真顺利，暗过有人伫经过抢修的路段时阵，拢伫打卡翕相，提醒用路人唔通安尼做，才袂造成后边塞车甚至发生事故。我们会先打钢板桩来做挡土支撑，即使有瘫痪也不会造成损坏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来移除下方一个土石。那这样的时间呢，还是要看天后的状况，因为如果还是持续下大雨的话，这个进度就会比较慢一点。强调会尽全力抢修，暗过也暗忙唔通过路段好，才袂互抢土的时间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警方则伫咧淡水抓到诈骗集团甲28个受害者，对细间房间救出来尔。这3暗时，搁伫桃园中立某一间大楼抓到诈骗集团旗下8个成员，搁再救出32个受害者，而且有发现讲有3个人已经去互虐待到死，而且这尸体搁偏伫孤山荒郊野外。目前依照杀人、诈欺、妨害自由、伤害等罪嫌，继续伫咧侦办。救出互人关节淡水新市镇的16个被害者了后，新北市刑大搁追查，透过科技监视技术，发现台版的甘朴街诈欺集团伫桃园中立区清风路，了过另外一个怪人的据点。有没有出入比较奇怪的人？有一些印象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一直出入入，都是一两个人这样。你会担心？是昨天看新闻才知道的，因为这个我们是新的大楼，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趁这个机会，因为人出入的也少，也不容易被察觉有什么异样。警方过离社区监视器搁调阅出入住户，掌握具体事情，破门搜查。伫初3暗时，掠到现场的嫌犯等8人，搁救出被害者。年岁差不多伫21到49岁之间，相当关40多天，有的互人凌迟到全身拢是伤。是说凌虐求职者有打人吗？警方伫现场查到棍仔、电击棒、手铐者的刑具。暗午清早发现有35个人被关，现场只有32个人。追查才知影有3人已经被凌迟死亡去世。3名被拘禁人在被拘禁的期间之内死亡。我们在桃园龟山的一个陡坡里面有发现其中2具尸体，我们身份还在厘清当中。这件怪人案件前后伫淡水甲桃园，总共查到16个嫌犯，被害者有61人。检警咧全力追查犯罪金流甲其他共犯。记者综合报道。警察大学的校长陈德文5年前捌甲乌道金星集团董事长林炳文等人出入私人招待所，这件代志爆出来了后呢，这内政部长徐国勇也下令警方处调查。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支持讲，要爱查清楚。林德文本人是表示，伊是为着要收集这通促党总裁白龙张安乐的证据，才会出现伫这聚会。
画面中白色车停伫一栋高级主题外，后座行落来一个人，详细看是现任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对伫后壁行入去高级主题，较早是天道明角头大的北港入去假球案某集团姓林的董事长，也甲姓林当店业者。迄个时阵迎接因的是私人招待所的女干部，也有好亲像坐台的查某囡仔。这是陈德文5年前担任警政署警政委员的时阵一个参会，这是互前立委甲媒体公开，也引起讨论。在那个时间的时候，他是在澳门经营赌场嘛，他在台湾没有事业。我当刑警的，当然以前就认识他了，就收集一些情资嘛。我就主动透过朋友，看他有没有在国内，我想了解一下海外这些资金的问题，他就约他见面。现在部里面要有静候调查了。过一年特别退休的陈德文讲，迄个时阵受命收集统促党总裁白龙张安乐的证据，想要了解国外资金安怎汇入台湾的情形，唔知甲姓林的董事长等人见面。当时刑事局的同仁我有参加这个任务，不过内政部长齐国勇知影这件代志了后，下令警方处铁查，要查清楚案情。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支持铁查。部长在今天收到这个讯息之后。那已经在第一时间就立即指示交由部的政风处来彻查，先看政风处调查的状况。那因为这个也是在媒体的这个相关讯息的报道等等。记者打电话予姓林的董事长，原本无接电话，后来变做语音信箱。张安乐是无接电话，但是这届选战，绿营针对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朴素学位一直攻击，捌发声明为侯友宜背回的警代，后来予警代校长陈德文否认，予咱赢批评是绿营的拍手，甚至因为安尼叫人公开这个资料，陈德文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新竹市长的选战，目前拢伫咧炒讲，这民众党的高虹安公费助理案，国民党的林经林表示，一个设立的前助理无法度伫立法院投保，是因为有其他薪水阁较悬的头路。那民进党的沈惠虹表示，这高虹安含林主命有真侪所在相共，就是这金流来源复杂。不过高虹安是强调，家己无涉任何问题，拨款也拢是合法的。新竹市长选战，民众党候选人高虹安假借公费助理案，有关的管价，国民党林经仁测试，指高虹安连助理是专职也是兼职，是毋是有健保拢唔敢回答。伊表示，选举的前助理无法度伫立法院投保，是因为其他更较悬薪水的头路。理性助理实际上有一个更高薪的前时段的工作，而立委助理工作才是兼职。至于这个薪资高的专职工作在哪里，高委员，你应该要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虹安却要一直说别人都是在迫害他，我还是一句话，奉劝高虹安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新竹市民眼睛是雪亮的。针对高虹安讲是和国家机器迫害，沈惠虹表示，高虹安甲林祖苗有真侪共同点，金流来源非常复杂，提不出直接证据，模糊焦点，按伊唔通够自欺欺人。支持高虹安，全家平平安安。高虹安伫路口摆票，面对热烈攻击，质疑前助理关钱国库、通党库，甲家己提不出证据，证明有交60万责任金。我们的募款责任额都是合法合规，也都完成。那我不太知道说他一直要别人提出来单据，到底是要提出什么？这一次的选举好像一直都会找别人说，你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要求你要找出这个证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其实也蛮让大家匪夷所思的。高虹安方面反击，国内政党要求立委每年负责一定额度募款是常态。高虹安甲前助理拢有关系，否认国库、通党库也反问民进党总调郭建明，伊助理为什么捐18万给民进党？郭建明也回击，伊助理是正式助理，合法收支关键是合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的这个县长选情，民进党的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恩，今仔去到宜兰地检署要控告县长林祖苗和3名国民党的县议员。伊是讲，因是该讲这江聪恩呢，伫咧做市长的时阵，削价卖掉这市政府的土地，也讲江聪恩的论文是抄的。江聪恩认为讲，这拢毋是事实，为着伊的清白要来提告。国民党也强调，所有指控拢是证据，也批评江聪恩因为这个选情真危险。利用官司伫咧查新闻。
律师市新高龄民进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燕测试到地检署控告宜兰县长林祖苗加3国民党县议员加党诽谤以及意图使人无当选。坚持提告，捍卫清白。加市政顾问团大声喊口号，也坚持提过捍卫清白的牌啊！江聪燕认为国民党选举期间一直指控伊属被慈善论文抄袭甲偷的刷招，不过不是事实。国民党自拍写抹黑已经对伊个人造成伤害，连这无提过，那袂当捍卫清白，对市政顾问团的名声也无法度交代。所以，我们今天正式的提告，不能让这种不公义、不正确，甚至是伤害别人清誉的选举方式来得逞。那所有的在记者会上面所说的所有事情都是有所本的。那至于他盗采砂石的部分，法院已经很明确的就已经判刑了，而且已经坐牢已经出狱了哈。国民党表示尊重江聪燕提告，不过讲这是有根据的。像江聪燕偷采刷招，经过法院判决认证，江聪燕也搁捌入狱，而且江聪燕选择性提告，至于是安怎前立委吴国昌讲伊甲乌道交结，伊却无提告。批评江聪燕是选情紧张，才对国民党提告，想要转移焦点。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世界博览会在日本的 Osaka 举办，但本地编20亿个医生准备要参加，不过说是无都用台湾或者是 Formosa 的名字，敢若会当用玉山数位科技来报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朝野要来团结拼外交，国民党团也批评政府开20亿，说是损害国家尊严，要求外交部长高桥实也个驻日代表谢中庭就要担起责任。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2025年登场，台湾要编列20亿参加，说因为唔是国际展览局会员，可能用企业形式来参加。不止台湾2字被消息，就连 Formosa 名字也袂使，会冠名玉山数位科技株式会社。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台湾国际处境困难，和中国打压，伊愿争取和世界看到台湾。我们能够争取到这样，让我们先被看见。让我们先存在，让我们就会渐渐越来越有路，越宽广。不要在还没有达到100分，就是拼命的打击，拼命的泼冷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用国家来参加，那一定是要民间的公司来申请。苏贞昌发声朝野团结一致，往美化承诺会和场馆呈现更较侪台湾意象。不过，国民党团指出，马政府时期参加2010上海世博会，有冒险用民间身份参加，10亿经费来自民间募款，用台湾馆的名字，批评蔡政府也20亿糟蹋国家。连首都台北拢无法度使用，点名外交部长高桥实、驻日代表谢中庭爱负起上大的责任。你用玉山怎么去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啊？保台保到哪里去了？爱台爱到哪里去了？台湾没有，中华民国没有，连台北都没有。台湾不是国际展览局的一员啊，那当然我们要争取哈，就是在里面能够用台湾的名义。日前立委是认为台湾名字无用阮退让，若争取失败，建议莫参加。另外，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批评苏家纯暂报桃园工程无讲清楚，苏贞昌反对批评张善政为被继续早期的党做门神，家己应该解释清楚，唔通外流，也唔通人身攻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日台股早盘是升落上8点，加在尾盘9倒起来，起40点，收在13026点。不过这外资有关继续抽走，背超87.75亿，已经是连续4卖咯。不过这台票换美金的汇率咧是收在32.185块起6分。虽然这电子股走弱，不过这航运股、金融股盘演到这稳盘角色。落尾收在13026点，起40点，成交量有1753亿。另外，这测试的台票换美金也是升落去，落尾起来，最后收在32.185块换美金1块起6分。
进前因为这饲草真好 ，IC 设计厂为着要抢到这晶片的产能，会和大港的工厂签长期合约。不过 IC 设计厂技量电子伫初三宣布讲，为着要清因的库存，要和这晶圆大工厂一签就签3年合约解约，第4季会甲这违约金赔予业者，这显示讲这电子业的景气真正无好。IC 设计大厂技量昨举行发说会，除了公布第3季制度，嘛宣布会伫本季提前解除甲晶圆大工厂签约的3年期产能保证合约，并一概支付违约金。我们希望在今年的第4季，我们会提前违约，这个违约金的呈现呢，所以我们在第4季，我们初步的这个判断啊，大概整个盈余大概会变成一个小赚或者小亏的局面。外界关心是安怎技量甘愿面临可能会了的局面，嘛要违约。技量董事长叶一豪指出，市场买气真差，今年笔记型电脑订单比去年减一半，整体库存的销路比预测的更较慢，只好违约。国家一概付完违约金的好处都是无代志啊，因为未来晶圆计数恐惊会继续落去。有业界人士是讲，未来恐惊出现更较侪 IC 设计厂违约的情形。应该都是体质比较小、比较差的中小型的 IC 设计公司，他们恐怕无法去承受所谓的来自于客户退货以及所谓的库存端的问题，所以说他们要急于周转现金，而不能够持续的进行投片的状况。无定就是受到违约消息的影响，技量今仔日的股价开价走价，盘中捌挖近落停，显示投资人信心受到打击。专家是预测半导体产业明年景气会先落后起，等候库存消掉了后，才有起价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北韩初2、初3这2天一直咧发射飞弹，初4中昼过后，就180架军机飞上天。另外，这南韩呢知影这消息了后，随派80架战机起飞太平。北韩这款失控行为，就专家认为讲，这是咧向美国南韩的军演表达抗议，也强调因有核能武器，而且也有可能是咧预告讲未来有可能会做这核能武器试爆。美国南韩的国防部长会议了后，就用声明警告因，讲这北韩若准动用核能武器，就会把北韩的金氏政权全部毁掉。初3早起，才打发射3粒弹道飞弹的北韩，知影美国南韩军演决定延长了后，伊搁伫台湾时间初3的暗时8点35分到49分之间，向东部海峡搁发射3粒地顶飞弹。伫接近10点半的时阵，向日本海连续发射80粒的炮弹。北韩一直提升抢射行为，南韩专家分析，除了抗议美国南韩延长军演以外，嘛等是国内核武能力，甲未来有可能会做核试爆。 ICBM과 핵실험은 한 세트입니다. 북한 입장에서는 그 ICBM 발사가 성공했다면은 미국 중간선거와 바이든 행정부의 반응에 따라서 핵실험 실시 여부를 결정할 것이고 시기 또한 그때 가서 결단을 내릴 것으로 전망합니다. 专家认为，虽然美韩用新武器甲战机做军演，但不过北韩对新的武器测试信心满满，想要借着 ICBM 就这弹道飞弹施压，互美国取消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对此，美国甲南韩的国防部长初3嘛伫美国国防部会谈了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提升军事的呛声，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另外嘛，警告北韩若是动用核武，会造成北韩政权的结束。 오스틴 장관께서는 핵 및 재래식 전력과 미사일 방어 능력뿐만 아니라 우주, 사이버, 전자기 등 진전된 비핵 능력을 포함한 모든 범주의 군사적 능력을 활용하여 대한민국에 확장 억제를 제공해 줄 것을 약속하였습니다.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北韩的呛声行为未予美国放零制裁，颠倒会予美国增加更加多军事部署。另外，美国嘛宣布开出5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1亿6000万，通缉一名新加坡的生理人，因为伊违反安理会制裁，透过一架油轮运输油予北韩。即麦这架油轮已经互扣押。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 德国总理肖兹今日到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肖兹是中国20大了后头一位去访问的欧洲领袖。是军兵见面的时阵，也讲到中国和德国应该爱合作，替世界和平甲发展做出更加侪贡献。那肖兹是谈论到两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合作交流。你好。我们
照个相。向来访的德国总理肖兹亲切问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规面拢笑容，因为肖兹若是疫情爆发3冬外来第一个来访的欧盟头人，嘛是20代了后第一个。中国真重视，习近平强调中德拢是有影响力的大国，伫变局乱局内面应该要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更较侪贡献。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离。Insofern ist es gut, dass wir einen ganz intensiven Austausch hier haben werden über alle Fragen, die wir miteinander besprechen wollen und können, auch was unsere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betrifft und die Möglichkeiten, di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weiterzuentwickeln.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冬，肖兹这摆带德国企业的高层第一时间访中国，但是各界质疑的声音是一直来。虽然肖兹出发进程是强调人权大海是一定会讲到的议题，未跳过，但是嘛表示德中关系未脱钩。学者分析，肖兹放出加强经贸合作的消息，受俄乌战争影响，德国对中政策嘛改变。我认为德国恐怕会慢慢修正路线。回到一个类梅克尔路线的中国政策，中国也会试着以德国为跳板重新和欧洲去调整跟修补疫情这个毁损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王立成嘛分析，中国20代了后，伫外交顶悬是一直放出和国际合作的消息，一边和美国竞争，一边嘛甲关系一直牵去边仔的国家，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对肖兹来访就会当看出，伊打算甲和欧盟的关系好好稳落在，德国就是第一个突破点。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礼拜是美国期中选举投票前最后一个拜六礼拜，各地头的造势活动又拢吹到紧绷。前总统奥巴马和川普未算是超级助选员同款，一直咧吹票和募款，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而且川普也暗示讲，伫咧2024年的时阵，可能会阁出来拼一届总统。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车杀到亚利桑那州红红城为其中选举造势，面对后川普时代右派势力政变、提囡仔权、民权甲同志权面临到退路的威胁，奥巴马提醒选民，这摆其中选举关系民主体制存亡。When true democracy goes away, people get hurt. It has real life consequences. 这回明显是针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先生，互人攻击受伤的代志提醒选民，民主无简单，爱用选票全力捍卫。为了替民主党伫其中选举股票，奥巴马访问关键州威斯康辛、密西根、加乔治亚州，就办要去一级政区并州。And now, in order to make our country successful and safe and glorious, I will very, very, very probably do it again, okay? Very, very, very. 车杀伫爱荷华造势现场，川普亲像跳针同款，讲几啊摆非常可能，而控制所果挑战北京大会的企图真明显。虽然有行行司法调查，川普依然一个为共和党辅选。川普善用推特左右言论方向，去年鼓动支持者冲入攻占国会大楼，和推特永久封锁效果。不过川普的群众比例并无减少。CNN 民调显示，有51%派选民上关心经济甲通膨问题，是左右投票意向的主要因素。总统拜登的施政满意度伫40%左右，民主党要摕参议院甲众议两党多数挑战犹原是真济。5 days to go, and until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s in our lifetime, and that's not hyperbole. It's going to shape what the next two generations look like. 纽约州的选情也真热，车三前国务卿希拉瑞甲副总统贺锦丽拢到纽约造势场合，为现任民主党州长霍克尔的选情做最后助攻。霍克尔民调虽然领先共和党候选人泽尔丁，不过对手一直拍治安议题，互差距为2位数已经减少到9位数。公司新闻定小分评价。冬天到位，这印度北部的空气品质也开始恶化。德里地区的空气品质指标 AQI 已经来到上界害级数了。对观光客嘛讲，这喘气袂舒适的数毒气共款。也明知影这空气污染遐尼严重，说是无停课，甚至有学生囡仔进行户外教学，引起家长的不满。眼前的时表看过去蒙蒙蒙，虽然出日，不过看起来嘛是真暗。德里地区的空气品质严重恶化，观光客看到雾这么大，会烦恼讲根本是来扫毒气的。
Because we cannot breathe, it's very toxic. You cannot feel free. 观光客未留真久。长期伫咧大居民是更加烦恼，家长骑机车载囡仔上课，有一寡囡仔有挂喙罨做自我保护，不过大部分拢无挂。家长认为无全面停课，甚至也搁互囡仔去户外上课，对健康影响真大。खांसी जुकाम है, अदर और भी बीमारियां हैं जो कि बच्चों को होती ही रहती है, कभी बच्चे सही नहीं रहते इसकी वजह से。嘛有囡仔是讲，若学校爱停课，大人嘛应该减少出门上班。और लोगों को भी छुट्टी मिल जाए ऑफिस से ताकि वो भी कार फार कम चलाएं इसलिए वायु प्रदूषण कम हो जाए। 印度官网显示，德里空气品质指标 AQI 测试下晡持续维持伫上海的严重程度，主要的污染物是 PM10加 PM2.5。外电指出，印度冬天少落雨，佮加上汽机车排放垃圾空气，农民户外烧废弃物，宗教庆典这的各种污染源，空气污染才无法度改善。民众讲，早拄啊送走疫情，即马爱对抗空气污染。COVID issues are not here anymore, but I have to because breathing issues and it's affecting me in a lot of ways. 那德里地区官员是讲，北边的哈里亚纳邦加旁遮普邦全部拢是严重顶级，相关单位出动泉水车管制柴油卡车入城，建议伫厝的上班，减少烧土炭也是茶。官方伫评估是毋是要进一步管制。儿童福利团体是诉求，袂当提供清气的空气，学校都应该停课，无应该摕囡仔性命滚算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公山昨呢就早起天顶白茫茫，经过环保局追查，发现讲是有6块农地伫咧烧废弃物，也依法该罚钱。就算抓到这凶手啊，不过这空气污染有关是真严重。环保局表示，是因为这气候因素，地区污染线袂开。高雄一到秋冬季节，就要面对空气污染的问题，这变做是哪力市长选战焦点。涂骹有臭灰袋分者是烧废弃物的证据，高雄公山车衫透早雾茫茫，也佫有塑胶臭味。环保局出动空中摄影机搜查，发现是隔壁主管甲桥头区有6地500平方公尺的农地咧烧物件，以空污法罚10万以下罚金。不过，隔工测试高雄也是白茫茫，民众讲这是茶山今年能见度上歹一天。都算到光线较光的所在，头前北五大楼依然是雾茫茫。今天有一点比较雾，确实，因为都看不太到。不知道是雾还是空气污染，还是大陆的那个气流的关系。无论伫什么所在，看远拢亲像过一颜色。到下晡4点，有关负责的空气品质测站显示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觉性。环保局表示是气候因素和扩散条件不好。东北季风的转弱及清晨浓雾的产生，造成高雄市在水平及扩散的条件均略为转差，污染物有累积的情形。环保局于昨日即要求辖内20大业者执行降载减排的作业。那今日扩大要求30大业者均需配合执行。除了降载，环保局也派人到工厂稽查，按个高雄哪个秋冬都要面对空污问题，也加速热力市长选战高峰话题。关总认为，高频空污总量管制第2期应该赶紧制定。但其外表示已经制定经营城市管理治理条例单期回审期，认为当地期方面设法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小数车衫暗时公布高端疫苗保护效益审查结果，确认讲这民众注3档高端疫苗对中重症死亡的保护效益拢有到90%，敢若凭这个 BNT 嘅小可尔。审查委员拢决议通过审核。不过指挥官王必胜表示，高端疫苗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目前还有40万台库存，会伫这个月16到期。这3暗时是由4召开高端疫苗保护效益专家会议，会中14个专家全部通过确认高端有良好的保护效益。根据资料显示，内这部分年纪保护中重症注3期 AZ 疫苗的效率是65.9%，3期莫德纳87.4%，3期 BNT 95.8%，3期高端91.4%。伫保护死亡部分，3期高端的效率达到90%，敢若输 BNT。主要是针对从110年的3月到这个资料到110年9月、10月开始，我们就有次世代疫苗的这个开始施打。经过专家审核之后，14比0，证明它有这个良好的这个保护力。在疫情期间，
它提供了部分的国人很良好的这个保护力，也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的任务。王必胜表示，为数据拢证明政府加指挥中心鼓励厂商开发国产疫苗政策方向是正确的。按国前国建署长柯淑媞这支高端违反国际规范，无做3期随机分派临床试验，把个人当作变鸟器，唔那无科学嘛违反人权，把专民当作叛逆。你到了选前，你突然决定你们要来开一个会，全部给他背书盖章，但是有改变我们国人去日本必须做 PCR， 要不就要补打的这个事实嘛，没有改变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全世界都没有因为这10几个橡皮图章而改变任何事情。国内测试新增加27547例本土，74例死亡，7个县市的确诊超过1000例。指挥中心表示，甲顶礼拜5比起来，确诊的个案减少20%。目前国内疫情向稳定降低好的方向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防疫放零了后暝头一场国际旅展，今仔日伫台北举办，邀请15个国家来参加。观光协会预估讲，应该有78亿的商机。要互民众体会坐飞行机的感觉，有头届参展的航空业者特别甲头顶枪的飞行机座位踩伫现场射人气。国际旅展开展的头天，早起来了真侪厂商，因拢看好刷落来商机。我们也预估这个4天的展览下来，希望人潮能够突破10万人。OK， 那10万人的话，你去想想看，每一天的人数参观的人潮会达到2万5。OK， 所以我们会预期可以带给台湾人一个出国旅游的一个热潮。有旅游业者表示，拄开放的这站，就入场的高端旅客人数较侪。像年底有针对看年春节顶欧洲线就要卖9成，日本线嘛要5成。另外，陆委会伫初3宣布，初7开始开放港澳人士来台观光就业等等。有香港的航空业者开始准备调整航班。那我们台北、香港的航班呢，现在每周提供了9个航班，高雄、香港呢每周提供5个航班。以现在的运量来看的话呢，我们会随时去检讨，然后增加航班。如果市场的需求量是可以的话。今年国际旅展有来自15个国家，72个买主参加。这个买主伫台湾的期间，交通部观光局嘛安排景点大刷团，互因了解台湾旅游现况。记者调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世界棒球经典赛 A 组预赛明年3月7日到12日，伫咧台中的洲际棒球场要开始比赛咯。昨公布这票价了后，特别是内野区就要开到3000支，有人嘛讲这价钱是伤过贵啊。摕到承办权的公司表示，经典赛是所有的棒球比赛内面级数上悬、钱开上济比赛，这比赛权利金加英国来比是加要1倍，票价当然是成本的可能。甲国旗披喺身躯顶，大声喊中华队加油！2013世界棒球经典赛 B 组预赛伫台中洲际棒球场举行，写一大堆民众入场来加油。过10年，台中洲际球场搁一摆列做比赛场地，希望热潮搁出现，但是这摆中华队4场拢是主场，票价较悬，顶摆500块的外野，这摆是1000，内野3000字嘛贵1000字。当然，有的人他负担得起，或他愿意花这个钱嘛。但是如果以我们的话，我们觉得太贵了啦。摕到承办权的汉创公司讲，伫台湾办国际赛场馆伤少，就这球场坐满嘛，干那2万，票价收入无其他的赛区较济，因为是大联盟主办等级上悬的比赛，场地和外队的正大拢系比较大联盟。跟其他各个国家比较，台湾的场地并没有像其他这些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就是职棒联盟有这么好的场地，所以对于台湾要办国际赛这件事情，它所要付出的代价其实相对的来讲会比较高。汉创强调，因为成本的考虑来定票价，整体票价是比2019世界12强的比赛加14%，上贵3000字的内野前排，票量敢若占比赛的9%尔，2600个内野后排是占全场比赛的21%，2000块的门票上济是占全场比赛的45%。也是可以啦，自己国家就是也是要支持啦。如果喜欢的话，你去看演唱会，你不是如果假设看到喜欢的，你也会就是去支持吧。经典赛预赛是过10年伫台湾办，票拢还未开始卖，就因为伤贵引起讨论。但是嘛有球迷讲，敢要入场是要揽偌济钱来看比赛，真正想要替中华队来加油，嘛是拢爱看个人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
全教会今日指控主办全民台语认证测验的成大台湾基本测验中心拒绝一名视障会员报名考试，要求成大甲教育部爱出面解说，而且爱有改善办法。为着要推广台语文，成大台语文测验中心办理全民台语认证的测验已经有几多年了。不二个，全教总伫初时举行记者会，讲有一个视障会员进前要报名这项测验，中心所因为因这单位是自筹单位，需要评估人力、设备，还佫无法度符合特殊考生的需求，拒绝伊报名。这位投诉者跟他提出这样的2个简单的需求，就是题目跟这个答案卡放大，还有延长时间的时候，他又说：“抱歉哦，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请问，题目放大很难吗？全教总强调讲，这个中心明明伫相关的规定内底有表示讲欢迎身心障碍者来报考，而且会看这个障碍者的需求，互因真大的协助。不过，怎么说做无够，要求成大甲教育部都爱改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设限，然后被排除在外，但是他没有做反应的，那有多少人？那我们今天反映了之后，能不能立即改善？我想是后续我们观察，我们会去协调设备。那请台语认证中心再来办，为视障听专门为视障听障者再来办一次。那我会请他们评估这个可行性，那尽量要求他们再办一次。成大副校校长李俊忠伊表示讲，知影这个状况了后，已经甲校方来汇报这个情形，嘛请主办中心去协调相关的身心障碍者，因应其需要的器材，若是会当，互这个考生搁办理一遍测验，一直到3个为止。教育部暂时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公共便所是大家出外拢会用到的，进前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就提出公共便所换新马桶当作政见，引起众人讨论。便所的使用国较真款是有关系，虽然大家可能认为讲这是一项小小的政策，不过和咱的生活有影是真密切的。人家一本真侪便所拢一里讲小可伫遐边个坐一个，起码我们要往这个方向来做呈现，应该是要提升整体公厕的清洁卫生品质。那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它的个别的品质，我们希望不要再华而不实。陈市长提出公共便所换免治马桶的政见，其他候选人是看法不同，佮因为宣传画面伫出偷看风波，事后伊嘛回失的，强调是要让便所更较优先，但民众安怎看？在公厕装免治马桶是适合的吗？是不大适合啊，但是也是方便啊。不需要免治马桶啊，这公共不好维护啊，这个各方面啊，哈。准备酒精喷液啊，或酒精棉片，或者是那种一次性的那个纸啊，那个就很好啦，不用用到免治马桶啊。每天早上，然后下午，这样中午会来巡一下。清洁人员认真摒扫，这是台北公园的便所，目前全部拢是普通马桶。固定人员伫这一天清洁4届，就惊使用者会感受歹，因为多数民众重视的是便所的清气，无气味胜过马桶的好歹。嘛有人建议考量防疫、抗酒精、消毒棉片，佮有温湿、安全性，甚至优先性别的考虑，拢更较重要。如果说我们的厕所的设计都是以男女做区分，那么。但是我们其实在家里上厕所的时候，也就是一个马桶。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去上厕所是以性别来做区分，而不是以你的使用来做区分呢？这是台北基建平的性别优先便所，大空间内无论什么族群拢通使用。甲英国便所男女性别隔开相比拼，有更较侪性别人权的考量。这嘛是对1990年代抢攻男性便所的运动开始推动修法。后来男女便所比例嘛对1:3、1:4，到即马台北市政府以新建甲改建便所设置关节，提悬到1:5，而且即马嘛普遍有无障碍、性别优先等等的便所。不过安尼敢有够啊？
我觉得去日本几乎每一个公园、每一个景点都有亲子厕所，可我觉得台湾比较少。对，可是我觉得很需要。我觉得小孩子上厕所，他们可以自己上厕所，就很方便。有囡仔的家长有更加愿望，进一步有更加多的亲子便所。观察现行公务机关内这款的便所有增加，不过民众较接使用的公园来讲，便所总共有100多间，性别友善便所要90间，部分是合并新旧便所同齐使用，新起的便所则较有亲子便所。共融，可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说，是不是有在这个法令上、限制上有需要优先使用的族群。毕竟无同年纪，有无同需求，敢若会当尽量满足。便所看起来约定市真大雅之堂，但其实是市民逐工拢会使用到的，嘛拢会有深刻感受的人生大事代。市长候选人敢看会到民众的需求？记者陈立克台北采访报道。便所是真重要，11月19是世界便所日。代替专家邀请伫日本有便所诊断师证照的清洁专家来台湾示范，看安怎用这科学机器来检查这便所敢有清气。提出来是件侵入去尿道内底，发现内底是尿胶的线，因此研判爱使用盐酸来清洁。另外，包括通风口的风量，也有便所的光度，拢有一定的标准。代替请来有日本第一便所诊断师证照的清洁专家来为便所体检。人間の骨と同じような塊ができ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ものがないかどうかとか、バイオフィルムっていうですね、微生物のその巣みたいなものができたりするんです。代替特别选伫咧3T 的新乌日站举办示范会，中部各站拢派人到现场观摩，民众也感觉代替的公共便所确实有改进的必要。可以做个免治马桶吧。地上还是会有水啊，还是比如说男生的话，可能就是尿汁还是会有了。代替强调，以往清洁便所拢是由外包厂商用目睭看的方式判断是毋是有清气，各站拢会产生落差。希望引进日本专业的检检制度，建立清洁的 SOP， 把整个哪里有缺失或要改善的部分哈，包括硬体或者是其他清洁的一个程度哈的改善的话，都可以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把它处理。代替规划先以台中运务段以下的车站来试办，若是成果袂歹，会慢慢推行到全国，以数据化的科学管理，改变旅客对代替公共便所的印象。记者台中报道。就统计指出，讲这女性一世人就要开10万块买卫生棉这款卫生用品。教育部长潘文忠昨伫立法院表示，学年开始咧，会伫咧学校内面免费提供女性卫生用品。事实上，台湾伫18年前就民间团体推广过事教育，这几年也有少年女性投入，要互查囡仔了解家己身躯，替家己感觉骄傲。明仔暗时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有想法的少年人。但我也想把一部分的经验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也是。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展览，我们的经验。导览人员用戏剧的方式，带领观众进入这场以月景为主题展览。伫观众面头前摕家己写的剧本，搁较真认真。伊是非营利组织小红帽协会创办人林薇。迄个啦，就是迄个啦，快紧讲遐大声，你无见笑，我拢替你感觉歹势啊。这个展览内底，因为真侪无同款的故事整理起来，阮就想讲，不如用读剧的方式来去表现，安尼嘛会当互观众朋友感觉到讲，哦，这毋是一个假的故事，是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个世间上发生的代志。林薇长期关心社会，特别是公共卫生议题。伊伫2019年读英国爱丁堡大学传染病学系时阵，伫宿舍成立以消毒月经无病等为主要目标的小红帽协会。成立3年以来，因家己做的月经教材推广去全台湾15个县市、100多间学校。是咧小红帽一开始咧做社群甲倡议的时阵，发现大家对月经其实讲足无了解，也是讲到大汉的才搁去反转伊的观念，其实足辛苦的。伫个较早之前，就有人意识到月经教育伫台湾是真欠缺。查永环已经2003年开始分享使用卫生棉条的经验，伊认为为生理用品的教学开始做。
毋那是一个拍破迷思的方法，嘛会当互生理女性伫月经来的期间，会当感觉较舒适的。是因为我那时候用到棉条，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东西怎么这么好用？因为那时候棉条的包装上会需要写，就是未婚女性请小心谨慎使用，然后还要问医生。把这些全部的东西写下来之后，我就会觉得到底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教我用？月经伫真侪所在，拢互认为是无清气，认为是一种禁忌。小红帽协会甲陈永环希望透过公众讨论拍破迷思。面对自然的生理现象，唔免阁用大清讲起来啊，嘛袂阁有人因为买袂起生理用品来牺牲健康。记者李亚军、林建如台北报道。第一月潭这外来种鱼货是新规定，亦威胁到原生种鱼仔的生存。最近南投县政府和渔民合作，今年到今已经掠到11000多尾的鱼货。最近搁再利用水底声波反射技术，找到鱼货的形状。外来种鱼货第二月潭出现规定找食鱼球，电脑机器一落水，鱼鳞熊熊拍散，规过程拢互水下成立监视画面全程掌握。南投县政府防治鱼货今年引进新科技设备，会当有效掌握鱼鳞的动向。常常导致说我们在作业的时候它跑掉了，它跑掉之后，我们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再去做搜寻。那如果我们有这个声呐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声呐去判断说这个鱼球还在不在那个区域，可以减少很多我们那个在搜寻的时间。鱼货上大尾会大加1.3米，24公斤重。鱼货防治伫国内并无制定标准流程，嘛无收购机制。南投县农业处预算有限，当年敢来当地鱼球出现的时阵用电的，限制鱼货的生态，保护日月潭其他原生鱼类。当地配合电鱼的渔民表示，水下成立有助掌握岸边复杂的地形，互比起来鱼货嘛厉害着。障碍物里面是否有躲鱼虎球？有这个功能之后，测扫到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用眼睛更注意，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测扫到鱼虎球的这个踪迹的地方，是不是鱼虎球躲在里面。县政府是讲，去年电34000尾鱼货，今年累积到即马11000尾，初步会当看到防治效果。即马进入冬季，鱼货的活动力有较差，不过也是会持续利用科技装备监视鱼货，建立长时间的生态资料库。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嘉义县东乡会新港联谊会最近邀请新港学校做伙翕出备电影，这演员导演拢是在地学生甲老师，内容是咧讲偏远乡镇的隔代教育、毒品加霸凌等等的问题，希望引起社会重视。在这药啊，食落，你一世人就无有去。我无说你可怜啊。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大家看电影看甲足专心。这出备电影的导演嘛，伫新港的学校甲表演艺术的老师，伊讲，这个故事甲过去的经验甲成长的基地扣做伙，帮学生囡仔知影选择的重要性。其实跟我原本预定的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其实后来看了之后，我觉得太好了。其实我觉得迷途边缘的孩子更需要去拉回来，不一定是已经走歪的。台北市嘉义县东阳会新港联谊会表示，庄脚无都市有遐侪优势，但是学生囡仔会拄到的问题其实拢同款，所以这出电影毋但是要互囡仔认捌，嘛爱请大人重视。希望借由这一部微电影，能够留给我们下一代，能够留给我们这个学生小朋友，他们有不同的省思跟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有遇到过毒品跟霸凌。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很常会有霸凌的问题，然后因为有这种问题，所以我知道说，其实被霸凌者的心理感受真的不太好。这出电影因为疫情的关系，开2档的时间才线戏。导演表示，一般这种电影拢是宣导的内容较侪，但是考虑到要互学生囡仔看，所以因颠倒加强剧情甲角色，希望学生看煞会家己去思考什么是正确的选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姜昆戏说中盛殿明仔载就必伫个国家戏剧院演出，这回是结合着京戏、昆曲，还有西洋乐器，甲唐朝的爱情故事重新编排。东
明宏甲杨贵妃的故事，一直拢是戏台顶上热门的话题之一。高公量文教基金会推出乾坤戏说中生殿，这回结合京戏、昆曲甲西洋乐器，将唐朝的爱情故事重新编排。第一摆演出杨贵妃啉酒醉的空月族，认为这款的创作，让伊感觉不离啊速配。其实金昆也是不分家嘛，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少有这样的方式。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讶异，因为我没有想到它可以融入的如此之好。将西洋乐器放入去中国传统戏曲内底，演员安怎唱，乐器安怎配合，拢是真大的学问。高公量文教基金会表示，一出戏要好看，要有新的步数，才会当成更较侪人。一方面为了推广，一方面可以让大众来更加的从不同的面向来欣赏京剧，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东方的音乐剧。那让大家可以呢，就是更轻松的，而更完整的欣赏这整个长生殿。乾坤戏说中生殿11月初5就要伫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12月17到18嘛会去到台中的国家歌剧院，甲大家见面。记者麦尚阳、陈保罗台北报道。今仔日伫中山堂有台北文化奖的颁奖典礼，今年得奖的2位文化人，一个是长期用无共媒介伫咧推广文学的诗人陈其基，另外一个是甲国家抑个台湾本土戏剧结合创新的台湾竞赛邱春泉。我极目眺望不知名的远处，孤鹰立响在天空。甲台湾国家团一个民族歌手合作，陈其基将伊写的诗念出来。伊出过16本诗集，甲10多本文学评论，嘛透过无共媒介推广文学，今年得到台北文化奖的肯定。得奖固然欢喜，努力更为迫切。我会继续写我未完成的诗，继续尽力做我能做的文化的事。另外一个得奖的是台湾竞赛音乐家邱春泉，伊捌伫中国上海甲新加坡发展，23年前来台湾，将台湾传统戏曲甲国乐创新结合。1年前，伊甲歌戏乐师郭明峰合作，重新用国乐编曲郭明峰的歌戏作品。那么我当时就把它弄成我们一个大型国乐团的这样一个音乐会，不仅仅是纯粹是为唱腔做一些伴奏，更丰富它有些唱段的我觉得也有很多国乐伴奏的发挥的空间。邱春泉表示，歌戏的歌拢真好听，透过这种大众戏剧，嘛会当将国乐推广予更较侪台湾人认捌。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啥款？咱来做伙来看气象预报。宜兰到新竹对20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7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